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主日礼拜要开始，像咱有早手机兄弟，将手机关震动，也是关机。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是咱用圣诗238首，圣诗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来学乐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当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我捌因为过去的伤害来破碎，也捌受困，伫最后来软弱，离开你的眼光。求你救阮脱离遮个罪的捆绑，求你怜悯阮的一切，用你的慈爱甲救赎领到阮的性命，带领阮行出黑暗，进入你的怀抱中。最近全球动荡不安，乌俄战争、印巴战争、伊战争，煞连续发生。求主亲自来怜悯。阮台湾即个岛屿，也因为党派政治纷纷扰扰，求你使智慧，互国建党的总管的，互因会当真正为着人民来谋福。特别，我也为着台湾最近天气连续高温来向你祈求，求你保守伫外面工作的劳工，以及年长的、小儿，佮身心软弱的健康，互因会当远离着煞等等的影响。也求你赐智慧，互政府甲百姓好好管理用电的需求，永远会当学习赚值甲疼惜资源。我也要为着阮教会所期的侪侪事工，尤其是儿童的营队，求你赐体力甲智慧，互所有的老师会当教导儿童有好的领受对你来的恩典。这是我嘛要为着阮教会的姊妹、吴美惠姊妹、戴双如姊妹、祝林夏妹姊妹、林新姊妹，互因伫病痛中，让因当得到你的恩待甲扶持。互林子堂兄弟会当学习我靠主行头前的路站。今早起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求主的圣神甲廖牧师同在，互伊今日早起所要分享的，真做阮的帮赞，也荣耀你的事工。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考验45，也是以赛亚书第40章，考验45，咱用考验方式同齐来考验。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仰目看天，啥物人创造遮个星？这声是上主，伊调集万军，圣因的效业。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阿哥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上主会无关心我的错怨。恁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厌，嘛袂善。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疼善的人，伊互因有元气。软正的人，伊甲因加添气力。少年人就会野善，勇壮的人嘛会滑倒。这声。毋过我靠上帝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为亲像烟者铁丝培悬，因行袂野，走袂跣。这是咱来共听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录较福音，
第24章13到35节。我用现代台语汉字来读。上迄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伫路中互相在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因看到，毋过袂认得。耶稣问因：恁哪行哪在议论的是啥物代志？因就停落来，满面忧愁。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革流巴，应伊讲：即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对活着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是安怎敢若你一个毋知？耶稣问因：啥物代志？因甲伊讲：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伊是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无论讲话也是做代志，拢真有权能。阮的祭司长甲领袖，甲伊送去，互人判死刑，顶十字架。伊就是阮所在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毋但安尼，即个代志发生到今日已经第3日啦。国阮中间有几啊个妇人人，互阮真着惊。因天不光就到蒙日，毋过找无耶稣的遗体。因倒转来报告，讲有看到天使出现，甲因讲伊国活啦。阮中间嘛有几啊个人去蒙日，看到的代志，逐项甲妇人人所讲的拢相款。因嘛无看到耶稣。耶稣就对因讲：哎呀，恁哪遮尔戆，心哪遮尔钝，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的话。基督敢毋是应该着受遮个苦难，才来立伊的荣光？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因伫要到所要去的迄个庄头，耶稣哪亲像要继续行，不过因2个强强家己留，讲日头已经落山，天暗啦，请甲阮住。耶稣就入去甲因住。耶稣甲因坐倒的时，摕饼感谢，然后掰开，分互因。因的目睭开，认着伊。伊忽然对因的面前消失，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说明圣经的时，咱的心敢无亲像火咧道？因随时出发，倒转去耶路撒冷，看到迄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伫讲：主真正国活啦！伊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迄两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甲耶稣伫掰饼的时，因才认着伊的经过，拢甲因讲。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安尼去行的人。即时要请助理来赞美，伊要用的诗歌是《与主同行》。
水的歌声，真侪帮忙的坐，达到上帝迄边。今早起，廖牧师要用亲自走近，一起同行，来甲咱分享。时间到，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有这个机会，当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大家来请安报告甲分享吼。其实呢，我应该是2022年的时阵吼，迄摆就有安排，咱教会就有安排我会当来教会来，嘛是大专中心的分享安尼吼。毋过大家拢知影，2022年的时阵，啥物代志？疫情啦吼，所以拢无法度聚会。所以后来教会是甲我讲用录影的方式吼，有一个拍影片讲道的影片，互教会安尼吼，所以就无法度来吼。其实呢，迄时阵我拍影片嘛是伫咱宜兰拍，吼，为啥物安尼讲呢？因为我是咱宜兰竞赛，吼，我太太是母会是家己间教会，吼，我妈妈是我丈母是家己间教会的李长老安尼吼，所以吼我是就是嫁来咱宜兰吼。所以嫁来咱宜兰，就是我去外口的所在，去伫台北的所在讲道的时阵吼，大家拢会问我讲，你讲话为啥？牧师讲话为啥物你拢讲正安怎？你敢是宜兰人？我讲毋是，是因为我嫁来宜兰吼，所以我互阮太太、阮遮的人吼影响安尼啦吼，足好影响安尼啦吼。所以真感谢有这个机会，会当来代表台湾中心嘛，我是宜兰竞赛来大家来分享吼。我对2020年入来这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去服侍的时阵吼，迄时阵我咧开始咧带是迄辅大长青团契啦吼。迄时阵嘛有来带着咱教会青年吼，就是陆星佑吼，陆星佑迄时阵4年啊吼，所以我有这时间会当来甲伊做伙伫团契内底来引带安尼吼。伊顶礼拜就甲我讲吼，讲恩宇哥吼，恩宇哥就翕咱教会迄个导演片讲，你即礼拜要来吼，毋过我即礼拜无伫安尼，要甲你请假安尼啊吼，所以吼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咱甲咱教会有足侪的即款的安怎讲，就是有足侪关系啦安尼吼，所以真感谢有这个机会吼。我所讲吼，我为虾米我是我太太是家己干教会的人吼，阮兜对这旧年时阵就对台北搬转来咱遮宜兰吼，所以我拄仔嘛是对迄苏澳区界遐阮住的所在过来安尼吼。为虾米会搬转来咧？吼，因为吼，阮阮是2020年的时阵，阮兜我甲太太生第3个查某囝啦，安尼吼。我是3宝爸啦，安尼吼。生3个囡仔就发现讲吼，哇，伫台北的生活无简单吼。特别是讲安怎咧，囡仔破病吼，一个破病吼，我有一当是安尼吼，就是迄当吼，2022年迄当吼，2月的时阵吼，阮爸爸妈妈我爸爸牧师，我爸爸也是牧师吼，退休了后去因为中风，所以倒转去屏东来休困吼。过年的时阵想要带囡仔吼，带孙拢去看阿公阿嬷吼，结果到时阵吼，阮妈妈讲淡薄仔无爽快吼，结果伊去快筛了后讲，阮妈妈甲阮爸爸拢安怎？拢确诊啦，无法度入去。我对台北安尼落去屏东，结果无法度吼，无法度看阿公阿嬷吼。这是过年的时阵，4月的时阵吼，大家拢知影4月是啥物囡仔、啥物破病的时阵，啥物病毒？肠病毒上严重的时阵吼，迄时阵阮兜大汉甲第2个吼，这第2个吼，拢连续都已经去上课啊，去上幼稚园啊吼。毋过安怎？当病毒就爱转厝内底休困嘛吼。所以迄个月，阮兜拢要关伫做厝内底1个月吼，因为连续然后接连不断安尼吼。6月时阵呢，阮这第2个呢，就有一天开始毋知安怎低烧不退吼，食药好毋过搁迄个烧搁起来吼。后来就无法度吼，就后来就我甲牧师娘搁讨论讲，安尼可能爱去急诊，就去马街病院急诊吼。医生就讲，这可能爱带院去注这抗生素，结果后来就带院到这拜5的时阵吼，阮甲我太太其实这中间都是安怎？有一个人爱带伫这厝内底顾大汉的，因为要上课，然后另外一个爱伫病院顾这第2个吼，阮第3个迄时阵搁咧食奶，还在喝母奶，
所以都爱我甲太太轮流安尼，病院甲厝内底两头走安尼吼。安尼到过到拜五的时阵，我讲太太讲吼，无法度安尼搁过安尼，因为礼拜六甲主日拢有足侪我有足侪好势，无法度去病院去过吼。迄时阵伫台北嘛无退休，会当来斗相共安尼吼。所以我就甲医生讲啥物，讲阮想要安怎，自行离院，你自行出院吼。医生讲好啊，你就摕一张安尼啥物名，切结书签的吼。同意自行出院哦。这出院了后，因安那代志，病院无负责安尼吼，就无法度，就签啊。毋过好佳哉吼，感谢上帝。转去1工2工了后吼，这第二个伊的这发烧就退啊吼。这是大家若是顾过因仔，是讲过孙拢知影，因仔的状况就是安尼吼，就是有时阵好，有时阵无好吼。若是大家伫厝内底照顾咱的时大，这经验嘛是。国间无简单吼，因为照顾这时大安怎，因的身躯的状况，搁有因为伊的人生有足侪故事，所以不只是身体该顾好，搁安怎爱照顾伊的心灵，该听伊讲话，有足侪故事爱讲吼，足侪心内底的代志爱讲吼。所以这是伫厝内底陪伴的功课啦吼，陪伴时大是时细的功课。若是大家伫教会咧，大家伫教会伫关怀咱的。会友，咱的兄弟姊妹，吼，也是你是关怀组，吼，这也是讲咱团契会长等等，拢爱需要去关怀咱兄弟姊妹。请问敢有简单？无简单吼，为虾米？吼，就是拄出来像我讲的，厝内底有厝内底的人爱照顾啊，家己嘛有家己的生活，家己的工课爱处理，所以无法度安怎？这需要人关心的这会友吼，安怎？发赖吼。你马上就会当安怎去处理，去甲伊接电话安尼，等等无法度吼。所以无论是咱咧陪伴咱的兄弟姊妹也好，陪伴咱的厝内底的人也好，还是去关心咱的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也好，其实感觉是一条看袂到尽头的路吼。因为毋知当时这人的状况会永远好起来，毋知。所以你这时阵的陪伴，敢有效果？可能嘛看袂到。所以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耶稣咧陪伴这两个门徒咧行这条以马五斯的路，这个故事，会当互咱大家来分享吼。这陪伴这功课到底要安怎来做吼？其实对我来讲吼，我咧陪伴大学生嘛是安尼吼，陪伴大学生嘛是一个功课吼，因为厝内底时大时细，搁爱去陪伴这亲人吼，其实足无简单吼。毋过今仔日的经文呢，一开始是安怎发生的吼？这妇女到伫这耶稣的梦的时阵，拄着这天使到这耶稣的这尸体已经无去啊时阵吼，这使者就甲因讲，记得回想起来吼，耶稣捌甲恁讲过应允吼，所以这妇女就倒转去到耶路撒冷其他的这门徒内底去甲伊讲这个代志吼。毋过听了这个代志了后，犹原有两个门徒。想要离开啦吼，想要离开这信仰群体，无因为这妇女报过这个代志，所以因安怎就有五望就有信心的吼，搁继续伫遐等待耶稣过来安尼，无吼，因拢离开啊，吼，为什么离开咧？兄弟姊妹可能先先来想象一下，这两个门徒为什么当时会去对这耶稣诚侪伊个门徒去传福音咧吼？我想了吼，这门徒无论是这两个门徒，还是12个门徒也好，因拢是对因的所在吼，因的庄头迄所在，看到耶稣到伫因的庄头咧宣讲，咧行这医病赶鬼遮的神迹也好，所以因就开始对耶稣到底伊要来创啥物代志，有足侪期待。有人可能想要嘛会当得到即款的医病赶鬼的神迹，有人是。可能问讲，这耶稣来，敢会当会带领以色列因的宗教信仰的复兴？因为迄时阵圣殿遐个祭司头已经腐败啊吼，所以因拢无法度吼，这平常的百姓拢无法度甲上帝亲近吼。搁有遮足爱这以色列国家遮个门徒，可能是问讲，耶稣会当来引传因安怎脱离当时即面吼，就是统治这以色列国家。这罗马帝国吼，因的统治吼，会当互因自由安尼吼，所以这门徒拢有共款无共款的梦想吼，
拢所以因家己的梦想，所以望会当对这耶稣到伫这耶路撒冷城安怎，伫迄所在完成因家己的梦想。哦，毋过大家看圣经就知影后来故事是安怎。耶稣入城了后，哦，受到耶路撒冷城的这百姓欢迎，结果就开始就足紧的，互人掠、审判、死去。哦，所以遮个门徒因家己的梦想，就因为耶稣的死安怎，就火化去啊，都无啊。吼，所以因就要紧较紧的投起灭起来也好，还是紧投闪也好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故事就是安尼。这两个门徒为什么听到俘虏的这报告也好，因犹原想要倒转去因的故乡？因看到这个无识赛这个人，其实就是耶稣，遐我的所在，确实认袂出来这是耶稣。为什么？因为因外在这环境跟伊的内在，拢已产生足侪混乱吼，因毋知要安怎做啊吼，所以直到头前出现是主耶稣基督，因犹原认袂出来。毋过就伫即个所在，即个耶稣就弄入来，伫因的这困境内底，吼，甲因陪伴因，吼。所以，吼，伊就开始咧，就亲像顶仔日即书咧讲的吼，就是来一路上甲因解说，吼，啊，即个图足趣味吼，这是咱今日经文有听到讲吼，这两个耶稣吼，就要甲因解说圣经，对先知讲到伊的这英文的圣经赞吼。就有这美国这个画家吼，就想讲吼，若是今仔日吼，美国吼，耶稣拄到这两个门徒，会伫啥物所在发生？可能伫啥物所在？大家看会出来无？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内底吼，这耶稣甲因来讲解圣经安尼吼。倒边即个就是咱今仔日圣经内底有写迄吉留巴吼。另外一个妇人人是啥物人？因为圣经内底无写另外一个门徒的名嘛吼。大家拢想讲，这圣经学家想讲，应该是离开耶路撒冷是要倒转去因的故乡嘛吼，因为迄个耶路撒冷的因的梦想计划已经无望啊吼，所以就想要倒转去。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是因的啥物？计留巴的啥物人？因太太啦，牵手对啦，所以因要倒转去。中迄个这目较乌吼，就是耶稣吼，所以就坐伫这肯德基内底，也是麦当内底，咧讲这个代志啦吼，所以足趣味的吼。就毋过就是安尼，因为因听就听到足趣味的，所以安怎就想要留耶稣落来。这是伫这欧洲一个教堂内底，因的这教堂内底的壁画吼，礼拜堂的壁画，就想要留耶稣落来。吼，到伫食饭的时阵，吼，耶稣掰饼的时阵，因才发现安怎，原来这个无识赛这个人客竟然是因的老师，因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佫发现讲，对，拄啊，因替阮来讲解圣经的时阵，阮的心是火热的，是火是咧倒的吼。毋过大家毋知，大家足好奇吼，为虾米伫迄时阵咧行遮大遮长的迄路，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真是可能是对台北来讲吼，可能是对南港车头行到这台北车头哦，这段路吼，这段路竟然安怎拢无认袂出来吼？为虾米咧掰饼的时阵？两个门徒就认得出来的吼，是安怎认出来耶稣嘞吼？其实咱想象一下，这掰饼这个动作，就是互门徒会当回想起来，因甲耶稣因家己足特别的家己的亲密的甲耶稣斗阵的时刻吼。譬如讲，大家拢知影，这个耶稣饲55000人的这个故事吼。当这门徒想要用家己的理性、家己人的方式去处理5000人要安怎食饱这个问题，吼，迄时阵，吼，无法度解决。毋过耶稣安怎是摕迄囡仔来奉献迄饼，一块一块安尼掰，吼，就完成咧即个一般人无法度去完成的即个困难，吼。所以我想这是对门徒来讲是足特别经验，因为伫迄所在讲，这门徒讲，这人毋是普通的老师哦，毋是普通的犹太rab比吼。伊是对天顶来的先知吼，所以伫迄所在，伫迄时阵开始，门徒就开始来针对耶稣有无共款的想法吼。另外一个耶稣掰饼的故事，大家应该拢足清楚，就是伫这上尾的这搬过节的暗顿吼，最后的晚餐吼。耶稣掰饼的时阵，甲门徒讲啥物？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吼。所以我想，这是对门徒来讲嘛是足
足深的即记伫即款的甲耶稣斗阵的经验，不过即款足深的经验，因为因即马受到即犹太人还是讲罗马人即个迫害，因内心的混乱，所以即款美好的经验已经藏伫即心肝头的上内底，无法度去想起来，嘛无法度对未来有愿望。毋过就是透过耶稣即马咧擘饼的时阵，互因搁一摆想起来。所以红字的所在写礼仪，也是讲即习惯，会当互原本互即马行遐谣义的即情绪压制遐的美好的记忆，会当叫醒起来，嘛会当互人搁一摆产生往前行的动力。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咱伫教会内底要定期什么举办圣礼典，因为透过牧师伫头前擘饼这个动作，嘛会当互阮家己咧回想一下，阮家己甲主耶稣基督迄个足亲密的时刻的故事经验。这个所在我要开始甲大家分享，耶稣是用什么方式来去陪伴这两个门徒，其实就是咱今仔日讲道的题目亲自行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做伙同行我拄仔讲这亲自行我我家己我拄所讲我家己大汉囝就是读幼稚园的时阵是我无师娘带伊倒转来伊下课的时阵倒转来，我就坐咧客厅，我就甲伊讲阿邦，我拢甲伊讲台语阮兜拢讲台语，甲伊讲阿邦来，你甲爸爸讲今仔日伫学校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甲爸爸分享。阮囝就甲我讲，我今仔日伫学校拍长学，我错字着，哪会伫学校拍长学安尼我就讲，你会使拍长学你会使拍，有代志好好讲甲老师讲袂使起骹动手同学受伤安怎，我就甲伊骂啦结果安怎，我愈讲安怎，伊目屎就要滴落来伊就出细声甲我讲，我拍伊是因为伊这同学是抢我的佚佗物迄时阵我就想哇，原来我在谴责受害者我在谴责受害者兄弟姊妹，这是我咧关心我嘛是好意对无？我嘛想要关心我的囝所以我叫伊来，我问伊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但是今仔日呢，咱今仔日看到经文，耶稣是安怎？耶稣是真两个门徒，我嘛看咱若是看圣经嘛，无看到讲这两个门徒决定要离开耶路撒冷，其他的门徒即个信仰的团体的时阵，因敢有祈祷追求上帝的意思？敢若无对无？伊就家己要离开所以耶稣是安怎？伊是主动，还是讲弄入去因中内底去问讲，恁咧讨论啥物代志耶稣问一句了后安怎？就停落来，静静咧听结流巴来讲所以兄弟姊妹，这耶稣的做法甲我足无相共对无？耶稣是家己行过去问，恁发生啥物代志？我是安怎？我坐伫遐等。叫阮囝来讲你啥物代志要甲我分享，我会当甲你关心的无兄弟姊妹，咱咧平常时咧陪伴关心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也是讲厝内底是大是细，是较亲像我安尼，还是耶稣安尼咧？是咱坐咧遐等人来讲，我想要关心，毋过我要伫遐等人过来，互我关心。甚至咱关心的时阵，可能就是讲嘛是问了后安怎？可能咱的兄弟姊妹讲我最近安怎感冒迄时阵你是甲阮共款可能就是伊讲一句安怎，我应句来句安尼你感冒我甲你讲，咱教会出去外口啥物诊所，迄个医师足厉害我食3工药就好去，你爱加滚水加啉寡，你维他命 C 加食寡讲真济毋过可能即个人的心内底甘苦，毋是伊感冒，是伊可能咧想讲。伊患病，伊的工课爱请假要安怎？伊的生活要安怎？伊厝内底是大是细，啥物人会当来替伊来照顾？毋过咱都无豆豆咧，亲像耶稣安怎听因来讲阮都用足济家己的我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自己的想法，很快的做回应，很快的就帮他想解决方法。毋过这可能毋是对方想要会当得到关心的方式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伫这个所在是亲自行我，亲主动去我，而且互对方家己讲，毋是家己一直咧讲这款的陪伴的方式
这会当嘛透过亲自行我，因才有法度安怎，咱才有法度行入去，这受到陪伴的人的心内底。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耶稣的方式。第二个，做伙同行吼，这就是我拄仔所讲，阮兜第三个吼查某囝吼，迄时阵杜姐搁咧学行路的时阵吼，啊中方这粉红色衫是我吼，啊我著迄时阵行路还袂知吼，所以安怎拢爱家牵咧吼学行路吼。啊想要问大家吼，大家可能做爸母吼，做阿公阿嬷比我搁较有经验吼，请问吼，咧牵即种足细汉囡仔行路的时阵，敢有法度徛停停安尼行路？袂使，为虾米？有足侪答案吼，对，我想有一个答案是安怎？伊的遮，若是咱徛停停，咱手安怎？着咱可能身较悬嘛吼，安尼扭，伊的手安怎？会互人安尼扭吼，因遮就受伤着无？因遮还在发育着无？吼，所以咱必须安怎？压落来，按怎甲伊牵，吼。按怎甲伊牵有一个好处是啥物？就是咱平常时咧行路的时阵，可能头前有石头啊，还是有爬起啊，可能袂要紧吼。咱大人吼，所以一时啊，就会发现着，甲伊踢走，还是着爬楼梯。啊，毋过对囡仔来讲安怎？可能迄是足大的危险，对无？啊，只有咱压落来的时阵，对因的角度，对因的眼光迄个角度咧看，头前有啥物危险的时阵，咱才有来保护因，来替因来排除遮个困难。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今仔日圣经内底，耶稣嘛是安怎？吼，已经过啊，其实已经过啊。为虾米？伊其实会当伫天顶，甲这两个门徒讲啊，记着吧，吼，恁莫免阁失望啊，吼，因为我过啊，吼，恁若阁倒转去耶路撒冷，吼，甲其他门徒做伙去建立教会，吼。毋过今仔日无呢，耶稣犹原用两只双骹，吼，双骹来陪这门徒去陪伴因咧行这段路。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上帝吼。伊虽然是天顶的上帝，毋过永远用你的肉身陪伴咱，陪伴咱，因为咱的我们的有限，他们上帝取从我们的有限来去关心来听咱，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拄仔所讲吼，这耶稣有足耐心吼，听这基路伯来问讲，恁咧讨论啥物代志吼？就听基路伯一直讲到落尾的时阵。耶稣听讲，怪怪有这所在无讲到，就是迄妇女拄着死者的时阵，天使甲因讲啥物？耶稣捌因阮讲因会死搁过活对无？毋过计流巴无讲即段，耶稣就甲因安怎，甲安怎甲计流巴会？咱看圣经是伊安怎讲？无知的人啊，甲因骂啊！兄弟姊妹，咱常常咧陪伴咱的关心的人时阵。当然想讲哇，这个人已经即摆足艰苦心啦吼，所以伊虽然有些所在，敢若讲较无啥着的时阵，嘛会晓犹原爱足有耐心听伊讲吼。毋过今仔日耶稣的做法，嘛是有足有耐心、足有疼心。毋过伫即个所在，伊发现到即个门徒对方有讲到的所在时阵，会用啥物圣经的教示来甲伊分享、甲伊提醒。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基督教，咱的基督徒会关心，跟咱即马社会足侪迄种咨商有无？心理辅导遐技巧，上大无共的所在是啥物？就是咱基督徒的关心有即本圣经。咱对人的关心，除了用足侪技巧、有足侪耐心以外，上重要就是咱有法度用圣经内底上帝的话语来安慰对方无？互因有提醒无？提醒因无？这是第二个，耶稣用这款的方式来陪伴门徒，嘛是互阮提醒。第三个这耶稣看起来敢若安怎？这陪因行一段，到食饭的时阵，八饼了后，这门徒认出来，这是耶稣的时阵，耶稣就安怎？就无去啊，对无？就消失啦我想我咧看到这段圣经，我想讲哇。若是我是门徒，我已经安怎？就望耶稣会当继续来陪伴我，对无？其实咱若是互人陪伴关心的时阵，其实嘛是安尼，对无？若是有人会当安怎？24点钟，你想要找人的时阵，敲来传讯息，
都有人回你，哇，是不是足好诶？吼，不过就亲像我拄仔一开始咧讲诶，无可能，因为大家拢有家己诶代志爱无用，大家拢有家己诶有限，吼。不过伫这所在，虽然耶稣离开，不过伊是伫这搬过一个暗顿诶时阵，甲门徒讲啥物代志？伫这约翰福音14章16、18、18个所在，耶稣甲因讲，虽然伊有一天会离开恁，就是门徒，不过伊安怎会找见啥物人？伊会找见信心保惠师甲恁同在，对无？吼，信心保惠虽然我无伫个，不过这信心保惠师会提醒恁，会安慰恁，会鼓励恁。吼，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用家己的气力咧陪伴咱所关心的兄弟姊妹，这时大时细的时阵，敢有法度甲对方来讲？虽然阮的陪伴有时间的限制，吼，我家己的代志也无用，吼，所以无法度常常咧陪伴恁。其实因仔人嘛是，对不？我们长辈都会有先离开的一天，吼。那小孩怎么办？小孩怎么办？吼，我们家己的有限，吼，所以敢会当咱所陪伴迄个对方来讲，吼。虽然我的陪伴是有限的，毋过安怎，我会当祈祷求上帝赏赐差遣信心保惠师真侪恁永远的陪伴者。吼，所以我想这做伙同行，会当互这耶稣用这方式陪伴因的这门徒，互咱来陪伴咱的亲戚朋友时大时细，教会兄弟姊妹有无共款的想法。不过讲到这时阵，大家可能想讲，哇，牧师啊，你拢毋知吼，这陪伴敢有遮简单？吼，我拄着足侪陪伴关心的人，拢毋是遮简单。你讲8个字、2句话就结束啊？吼，哪有遮简单？我讲是，的确是无遮简单。吼，不过当咱要开始来陪伴人的时阵，可能还是邀请大家来想一个代志，就是咱家己互人陪伴的经验。是啥物？就是讲，咱家己人生中的迄段以马五斯的路是倒一段路？迄个所在，咱可能甲这门徒共款，对家己的故乡要去耶路撒冷城去实现家己的梦想、家己的期待。毋过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安怎？咱失败啊！咱想要搁倒转去，咱家己的故乡，倒转去家己的同温层。倒转去家己的舒适圈内底，无想要搁出去啊！毋过伫迄段路是啥物人亲自行我的性命咧？甚至是弄入来，因为毋是我注意的，吼，弄入来我的性命内底，甲我做伙同行陪伴我咧，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朋友，还是教会兄弟姊妹，还是带领我进入信仰的前辈咧？因为透过因的这款的陪伴、关心，互我会当对我的故乡、我的迄以马乌的这砖头，搁一摆有气力倒转去耶路撒冷城，这人生的耶路撒冷城，面对我的性命，迄个失败性命，甚至会当搁一摆用家己的性命为主来做见证。兄弟姊妹，当咱静落来咧想。家己互人陪伴、关心的这段经验的故事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搁一摆有气力、有信心，用家己的性命去关心别人，去陪伴即马悠远咧行伊的人生的以马五斯的路的迄个人。我家己的经验嘛是安尼吼，我家己即马伫大专中心服侍，我伫大学的时阵嘛是。参加中心团契吼，毋过这有一个故事啦吼，就是拄仔开始我有甲大家分享讲，阮爸爸是牧师对无？啊，我自细汉我爸爸牧会教会，拢细细囡仔，吼，偌细间，吼，主日学，咱拄主日学学生不哩济吼，阮主日学学生，大家约看嘛有几个？我一个，另外一个我小弟2个，主日学老师有几个？一个啥物人？毋是，另外一个，无枢纽对，对，主流就是安尼吼。啊，到伫我甲弟弟安那初中升级啦吼，去青少年团契，青少年团契聚会几个
两个我甲我小弟，吼。啊，青少年辅导是啥物人？毋对，妈妈是助理老师啊。无输着，无输着是青少年的辅导。所以我就想讲，哇，我自细就想讲，哇，厝内底嘛是看到遮个人，我去教会嘛是看到遮个人，啊，有啥物趣味？吼，我对我来讲，去教会就是我的责任，吼，因为我知影，阮教会人才无济，吼，无亲像咱教会遐济人才，吼，所以呢，需欠人常常欠人手，所以呢，我对大班就学更勤，啊，我小六的时阵就伫主日学司琴，国中1年级就伫主日礼拜司琴，吼，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啊，这无会无简单，所以想要人斗相共安尼吼，就是，毋过迄个所在，迄个时阵我是对这个为什么爸爸妈妈遮认真护材，会遮辛苦安尼吼，我有足侪个疑问吼。啊，其实阮兜嘛常常咧搬厝，因为换教会，所以咧搬厝。有一个较含的这个时间是，我读这个国中的时阵，这2年啊吼，他们是上学期的时候，然后就通知我们说下学期会拍毕业纪念册，然后上学期还没结束，我就换教会啊，就搬厝啊。啊，到伫这学校的时阵，就是下学期啊嘛吼。啊，到伫迄学校的时阵，因讲安怎？毕业册已经翕了啊，顶学期已经翕了吼。所以这全台湾的这国中的毕业纪念册拢找无我吼。我无伫这国中毕业安尼吼，讲笑亏吼。毋过就是即款的经验，所以互我对教会足无谅解，对上帝嘛有足侪埋怨吼。毋过嘛是，就是伫这个有一天吼，就是我考调大学的迄当，嘛是差不多这个时期吼。迄时阵就是嘛有一个这大专的牧师来阮爸爸教会讲道吼，讲道煞伊就问我爸爸讲。老牧师啊，请问恁教会敢有青年考调大学？我爸爸讲有啊，阮囝。所以我就互邀请去参加这淡江大学诶中青团契吼，长青团契吼。啊，其实拄去的时阵，我就无想要去的啊，因为迄时阵阮爸爸伫板桥，在板桥牧会吼，啊要去淡水呢，足远的，我想要就下课我就想要搁倒去啊，因为拢坐车又想要倒去吼，倒去厝，都无想要参加吼。毋过到1年下学期的时阵吼，我爸爸甲我讲恩宇，阮搁要换教会啊吼，要搬厝啊吼。啊，毋过搁也毋知倒一站，后一站伫倒位，所以我听迄个顶摆来迄个牧师讲，恁的淡江中心团契有宿舍吼，啊无你就先搬去遐吼，你家己名拢款搬去遐吼。啊，我去搬去遐时阵，发现就知影讲，住迄个宿舍安怎？啊，去参加因的组会对不？他有最低次数，要参加次数才有办法继续住嘛吼，所以就去参加吼，就无愿意的吼，就无甘愿去参加。啊，去参加了，我发现讲，这学长姐吼，其实拢比我大1岁2岁啦吼。为什么因的敬拜、因的学乐的时阵，遮火热吼，遮大声唱歌、大声祈祷？因的家己的祈祷会、查经班，拢是家己带。学长姐较4年还是3年学长姐家己带，吼。毋过这辅导无输真的是辅导，就伫边仔辅导安尼吼，都是学生家己带。我就想讲，为什么因对教会因的信仰的经验，甲我遮无相像？所以我就搁想要去搁较济去参加组的去了解吼。毋过到后来，我读伫这3年级的时阵吼，我读日文系吼。啊，读日文系就发现讲，哇，足侪这班上足侪足厉害的教人啊吼，我拢无法度比安尼吼，所以迄时阵就是对这学业就较无志气吼，也毋知影未来要创啥物。啊，迄时阵我爸爸搁要换教会啊，吼，啊，迄时阵阮兜的经济就出现问题，所以我就甲阮爸爸妈妈讨论讲，啊是我即马读册嘛无兴趣，还是讲我就先休学。去食头路，斗相共厝内底。啊，爸妈妈讲，你拢读到这要4年啊，你就将册读了吼，才讲安尼吼。毋过咧，爸爸妈妈是安尼讲吼。毋过我伫淡水，伫这宿舍的时阵吼，白天要上课，毋过安怎，都好像现在在说的那种身心疾病一样吼，无法度起来，无法度叮当。哦，迄时阵15年前，毋知影啥物身心疾病吼。
吼。毋过安怎到暗时还是迄天有聚会，团契有聚会安怎？我就活跳跳就跳起来要去聚会啦吼，因为去聚会安怎，好像可以麻痹，暂时忘记我在生活遇到这些问题跟压力吼。所以后来有个时期，我都说我读的是气管系，不是日文系，气管系，团系的气啊，气管系啦吼。所以伫迄个所在，伫迄个中间是，即到我读住即个宿舍内底的学长吼，也是讲阮辅导咧关心，因经过要去上课，经过我的即个房间的门，就甲我门拍开，诱我起来去上课吼。所以迄时阵，因为因的带导、因的斗相共关心，才有法度完成，我家有法度家己完成我家己的学业安尼吼。所以我想即个大专中心大专团契，伫10几年前是安尼帮助我。即摆嘛由愿陪伴每一个大学生来行因，可能对长老教会自细汉伫长老教会内底，因对这教会信仰内底有足侪疑问的所在，可能是伫大学内底接触这个信仰、接触这个福音的大学生，用法度甲主做伙来同行。煞尾我用淡薄仔时间来大家分享吼，即摆大专中心的状况吼。即摆大专中心其实伫逐所在吼，有长老教会、有中会所在吼，拢有中心团契的设立吼。所以若是兄弟姊妹恁的时势吼，今年有考调大学的吼，嘛会当互我知影，或是互咱的林牧师知影吼，伊会当来联络逐所在迄所在的即个中心团契的辅导牧师吼，互因的学长姐当关心吼。嘛感谢教会的支持、关心甲带动吼，旧年。咱即个大专中心70周年感恩礼拜吼，其实这70周年不只是台北大专吼，这是咱长老教会咧伫这大学校园内底宣教的事工的70周年吼。因为一开始这校园宣教就是对咱台北开始吼，所以这是感谢兄弟姊妹支持，才有法度行过这70年。咱台北大专吼是。对咱的教会所属伫这7册中会甲台北中会2个中会合作的即个事工吼，联合事工吼，所以无论是咱7册中会，还是讲我属伫这台北中会吼，拢有派传教者做伙来服侍遮的大学生吼。阮中心讲有聘请2位行政的同工，讲2位专职的这团契的辅导做伙来服侍遮学生。所以伫大家努力吼，所以咱即马伫台北区、基隆区吼，拢有遮学校吼，拢有中心团契设立吼，总共有17个中心团契吼，嘛服侍超过300位的这学生吼。其实我住宜兰，即马住宜兰，阮知影宜兰大学其实阮嘛会收到足侪名单吼。毋过即马因为咱的这同工的人吼、人力吼欠缺吼，所以其实即马吼。阮若是收到名单，拢是请咱林牧师斗关心啦，斗关心哦。毋望会当有一天，咱的台北大专的资源，即人力有较充沛的时阵，会当伫咱宜兰大学吼，即个所在嘛会当有即个团契吼，团契来关心遮个青年吼。这是目前的状况吼，所以后疫情了后，咱的聚会的人数、关心的人数，拢咧稳定的提升。因为其中我拄仔所讲吼，因为咱其实现在的全职同工这些人数，第一线同工就是6位尔吼，所以若是兄弟姊妹知影讲，伫台北区、基隆区遮个大学内底吼，大家有熟悉基督徒的教职员工吼，因嘛有心想要来做伙来关心遮个学生吼，会当甲我来联络吼。所以咱的。今年的这重点的事工，就是亲像咱今仔的手头这本册吼，咱为学训内底有足较详细的资料吼。到伫即马吼，就是暑假的时期吼，即马就是要引传大学生去原住民的部落，也是讲偏乡的所在去台东吼，去福音队吼，去出福音队安尼吼，会当互因嘛会当有机会去服侍遮个儿童吼。7、8、9月7月、8月吼，阁有一个代志，就是阮要联络逐教会、逐间教会，敢有这个新生的名单，会当甲互阮来关心、来联络安尼吼。所以这是即马暑期较重要的2项事工，请大家做伙来替阮来带导吼。
啊，搁一个所在就是今年的自筹款项是，咱中心的自筹款是495万吼，包括即个团购者的人事费部分人事费、施工费，甲即个2位即专职辅导的人事费吼。所以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即个部分吼。若是恁对咱的大专施工感觉有负担，会当用每个月的即定期的奉献、信用卡的奉献来帮衬阮。所以请大家做下祈祷，望阮所办的遮个课程、营会、训练，也是讲达团课伫因的学校内底，拢会当遮侪，拢会当做足好的即个传福音的事工。第二项就是阮的同工吼，除了我以外吼，其他同工其实应该拢有囡仔，拢有细囝吼。毋过我上侪我3个啦，其他2个1个安尼吼。毋过就是因为咱平常时拢爱对厝内底去办公，搁爱去逐个学校内底，其实暗时拢无伫厝的吼，所以拢一个家庭跟这个服饰的这个平衡吼，望大家会当替阮来带倒。第三个就是我拄仔所讲今年所施工的经费的部分吼。上尾想要用一个伫这2战时期啦吼，有个德国的神学家，一个牧师叫做潘霍华牧师吼。他曾经去刺杀希特勒吼，不过失败哦。他在他们的教区里面做一个青年干事的时阵，有写一句话吼，请大家来分享。因为伫这个所在吼，咱可能想讲，咱的教会青年咱会愈来愈少，因到底走去倒位去？咱的教会未来要安怎？这潘霍华牧师用这句话甲阮提醒哦，甲咱做伙提醒哦。伊讲，教会的未来，我用华语讲吼。教会的未来并不在于青年人本身，而是唯独主耶稣基督。咱咧教会未来，毋是讲咱教会青年，咱青年是教会的未来，毋是。咱教会未来是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咱的教会青年人，伊对青年人讲，青年人你看到教会有足侪问题，足侪爱调整的所在，毋是你爱去甲因改变，毋是教会无好，你爱去甲伊改变，毋是。这青年要去做的代志，就是好好的来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咱教会爱做的是啥物？毋是想讲咱青年要去走去倒位，去甲伊掠转来，也是讲去外口找啥物青年，甲伊捕获，把他抓进来教会里面。潘华牧师讲，毋是，教会爱做就是好好的来教导，并且宣讲上帝的话语。这就是我想这是他在2战时期1940几年、1950几年那个时期对教会的提醒，即马嘛对2025年咱的教会会当有足侪的提醒吼。所以嘛感谢兄弟姊妹的支持吼，望兄弟姊妹当继续来陪伴台北大专，陪伴咱的这大专青年，这世代的青年吼。上尾无论是我伫这大专中心内底陪伴遮个青年。也是兄弟姊妹咧陪伴教会兄弟姊妹，这时大时细，拢有可能甲今仔日的门徒共款，有失志的时阵，有无法度搁继续关心落去的时阵，求上帝的信心帮助阮，互阮的心、阮的疼心、阮的信心的火，搁一摆点倒，互阮搁一摆回想起来，阮家己互人陪伴迄段经验，互阮有气力会当来陪即马迄个人。关心的迄个人，陪因来行一段因的人生的伊马五事的路，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感谢你的听，互阮对人生的伊马五事的路，因为你所差遣的天使，会当入来阮的人生内底，引传我倒转来，伫你的厝内底，互阮嘛有心，搁一摆想要来服侍，即马。要咧黑暗中失迷的人，毋过伫陪伴关心的过程中，阮常常有失志、软正、欠缺的时阵，求你的神帮助阮，互阮搁一摆回想起来，你对阮的疼，互阮的心会当产生有足侪、搁较侪的动力，对你来的智慧赏赐，互阮来陪伴。阮即马所陪伴、关心的、关怀迄个人，因即马咧行的伊马五事的路，
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因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92首，圣诗592首。咱行世间的路，请起立因全首。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见世界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要感恩的奉献，请尤佩瑜执事、魏庄训执事。
请起立来应红的诗歌。这时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21节到22节，咱同齐来读。恁通过基督信，互伊对世人中国外各使伊阳光迄位上帝。安尼，恁的信甲愿望拢伫上帝。恁已经对顺坦真理来洁净家己，有纯真的手足之情，就得用清气的心对身体热切相听。彼得前书第1章第21到22节。好，这是咱来报告。报告的先，咱来介绍新的朋友。这是阮四哥的所求因的囝为旧金山转来，借伊，佮因太太，佮因查某囝。佮有新的朋友无？咱就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1项，本主日是北区大专树港纪念主日，咱感谢廖牧师来请安监督，来请兄弟为大专的树港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即摆咱代表教会甲第2点，29日佮有7月6号，主日礼拜了后，咱有主日迄暑假营队的同工培训，请同工爱举办新来参加。第3点，7月7日到11日，就是咱本会所举的儿童的营队，佮会当报名，请咱厝里也是厝边头尾有细囝的，拢会当来报名。第4点，7月20日，下午1点，伫绿地教室有 AED 急救教育训练课程，若有兴趣的兄弟会当甲办公室来报名。然后具体的消息，第1点，后主日下晡3点，伫苏澳教会要举行许琼文传道师、洪立牧师，佮就任第4任牧师的感恩礼拜，也是兄弟有要去的，咱甲林牧师来登记。然后第2点、第3点拢是属于一寡青年的活动，会当去公布人来看。上主的聚会出席奉的报告，请咱家己来过目，也是有出入的来甲办公室来做更正。无事，无错，无。咱即时来唱祝福的诗歌，献诗第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
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今仔日借着廖牧师所分享的，主你搁一届来帮助阮，主你家己主动伫阮伫咧失迷，阮伫遐超找无路安尼伫遐艰苦，毋知要怎样行的时阵，主你家己亲自来到伫阮的身体，来对阮来讲话，来引带阮。带领阮来搬过阮心内所有遮个一切的困境、苦痛，甲阮的病痛，互阮会通因为主你家己亲自带领阮来陪伴阮，互阮会通安尼，搁一届来安尼照着主你的话语，主你圣神的引带，互阮会通安尼跳脱阮。遮个苦境，遮个困境，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祝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